新冠疫情持续3级的警戒，虽然政府呼吁尽量减少人员的移动加群聚，但货运的流通仍然是保持畅通。尤其最近台南农产往来甲山影拢是盛产的季节。伫个议员郑嘉欣甲前市府顾问康英所的媒合，伫知影全国工业总会理事长，同时嘛是台塑集团的总裁王文渊有意思要来采购大量的往来。因此，以分配的方式，总共采购1万箱，并且伫个端午节进前全部来出货完毕。议员表示，全国工业总会是咱国所有工业团体的联合代表，因此对地方农产的支持更加具有指标性的意义。即间协助采购关闭的往来，除了落实企业的责任，另外嘛为在地农产推广注入了活力。台南新闻联跟刘品言采访报道。